蘋果配牛肉、蘋果雞啊，哇！炒牛肉漢堡啊，真係香港咁多年都未試過咁樣食啊！今日真係大開眼界啊！香港人大陸啊，喺深圳羅湖呢一邊咧，揾到平均40-50蚊就可以食到飽嘅烤肉店。我哋而家出發，掛咗好多唔同牛肉喎。師傅你好，佐助你啊，這些肉是哪裡來的？潮汕牛肉。對對，這個是吊龍。對，這個吊龍很漂亮哦，一天大概賣到多少？100多。都是呢個人切。哇，咁你切到手都完了。哎，這個呢？這個是什麼？這個就牛鈴嫩肉。好，不佐助你啦。我哋點咗呢個158蚊嘅2至3人套餐啊！哇，水蛇春咁長，哇，咁鬼大嘅呢個。呢個係吊龍，呢個雪花牛力條、肥牛、嫩肉、牛鈴，同埋咧我呢度係第一次試喎，用水果啊，我見到有好多水果夾住嚟食，自己 DIY， 同埋呢薄餅咧，試下夾住牛肉食咧，我真係第一次食喎，同埋好香喎啲牛肉。我試完啦，吊龍啊，先試下呢個咩食法先啊，夾呢個薄餅我都未試過。應該要點啲汁食，印度餐係咁食喎。加翻啲韓國泡菜落咧，更加好味，真係有創意啊！而家深圳，好似要食蛋撻字咁啊，夾個菠蘿落去試下。總之反正就 DIY， 你自己中意點食就點食，夾乜鬼嘢都得。好食嘅，肉雞又幾好食喎，自己喐手啊，真係豐衣足食啊！哇，真係炒得越嚟越叻啊！蘋果漢堡包啊！有蘋果喺度輔助下咧，你唔會感覺好肥膩，唔錯啊！而家使用菠蘿夾啊，我烤過嘅，哇，更加正。咁好嘢喎！今日真係大開眼界啊！一睇我知啊，炒慣嘢㗎啦，炒牛肉漢堡啊！大家冇以為好騎呢好古怪啊！但係夾落個橙度食係真係幾好食啊！呢個咪傳說中嘅薯仔炒雞、蘋果雞啊！喂，呢個唔錯，真係唔錯。哇！我鋪頭都要整翻個咁樣，信我咁樣真係好食啊，冇得輸。今日4個人200蚊都唔使啊，平均真係40-50蚊一個人食飽啊！你食咗咁樣搭配未啊？自己 DIY 可以生果任你配，記住下次嚟食我呢個啊！下集更精彩。